金秋九月，金桂飘香。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青年演员李云霄。越剧是我一如既往的心之所向，更是我从一而终的情之所系。我珍视每一个角色对我的塑造，更珍惜每一个角色和观众的遇见。每一次的舞台，每一次的比赛，都是自我的成长与蜕变。感谢观众给予了我生生不息的原动力，感恩老师给予了我薪火相传的赤子心。我是李云霄，万里路迢遥，攀峰越海向云霄。不，
妻再去，你走进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忠心难替金玉泉？为什么金水马路心非远？为什么趁他书生去不归？莫非是鬼当初下了言？为什么句句是言语在他？为什么是言句句成谎言？王魁分一声声分，归隐上天福禄，舍地府门。言而不信，丧尽天良的核心可归去上意。为我走此平原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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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？我哭诉了半天，你一点都不理我啊！难道你忘了那天我与王魁在此门市吗？潘官爷。将功生心吧。怎么，你也不理我？啊，那天不是你与小怪哥哥为我做见证的吗？小怪哥哥，小怪哥哥。你
了。事情的王魁逼不得已些，他中了状元，是天子的门生，又是丞相的女婿。你们都怕他，你们都怕他，你们都怕他。你们都不管杀他。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焦桂英是个烟花女子。难道我就应该随便生的欺负吗？